花花，别叫！啥事儿？葡萄，明儿个呢，我要走了。洛城来消息，让我去开个会，说是老八打过来了。哦，孙师长也跟我一块走。哼，孙银虎呢，现在成师长了。恁快就开打了，明儿个就走。葡萄，打仗不死，我回来见你。把命留着，回来见我。葡萄，你叫我想死吗？我天天想咋样能去看看你，想了1个月了。猪。出门在外，不比家里。穿衣吃食，仔细当心。别喝那么多酒，酒多伤身。我去给你拿几酒汤去。不用，我根本没醉。真的？秀梅，你是亲眼见过解放军行事，比起朱梅那货，孰优孰劣？咱们太平镇向来与世无争，民风淳朴，但眼见形势变幻莫测，我是不想被朱梅所灭，扰乱百姓们的心智。大家伙应该有自己的判断跟选择，让你担心了。不想知道这些。我只要你平平安安的，成吗？好。等天下太平了，我孙英就正式迎娶你秀梅为妻，钟爱一生，不离不弃。报告，进来。孙师长，
赵军长，请您即刻到审讯室。知道了，马上过去。是。第9战区第4师师长孙一虎向您报道。半年不见，银虎变得稳重成熟了，好啊！哈哈哈哈哈！那得归功于军长您教导有方了。是长进不少，再也不是从前那匹驯不服的野马了。哈哈，军长，我有件事情不太明白。说，我接替了陈师长的第4师，那陈师长是被调离了吗？就知道你会问。往日你和他走得近，何曾料到他今日会泄密通共？为啥要通共？我想做人，不想做奴才。这一个个让他们坐着都不坐着，这看样子他会不会闹出什么事情来呀？哎，老爷，里面来了几个当兵的，都在这儿站着呢。哎呀，他非说要见你，我说吃点啥喝点啥呀？问他什么都不吭气，您赶快过去看看吧。您就是太平镇新任的镇长孙克贤。正是在下孙克贤。你们洛城的孙师长是我儿子。既然是孙师长家的老太爷，那就更好说话了。鄙人今天奉命来太平镇征税，你们赶紧张罗每家交10块大洋的战争捐税，我们带走。战争捐税？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个名目啊？这是咱们洛城地方政府刚刚批的税目，政府的军队在为你们这些老百姓抵御共匪的袭击，你们捐税给军队补充军需是理所当然。你这是3天前批的。我看清楚了，你们太平镇向来是征粮征兵大户，这次又派我来这，3天后我来取钱，到时候少了一个子儿，孙师长的脸也挂不住，是吧？哎呀，军爷，眼下这光景啊，不如从前喽。小日本鬼子在这折腾了几年，这地都荒荒的，人逃的逃，这老百姓手里根本就没有几个钱。这不，正赶开春了，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大洋也正是往外花的时候。那您说，剩下的每家能交多少税？我按这个数去查。这个说不好啊。要不我回去报告孙师长，他老太爷说是没钱给他交税，任他空着2手上阵。这件事情跟我们家银虎根本就没有关系。孙老爷，其实这事儿并不难办，我们只要凑齐税款，至于怎么凑，你是镇长，到时候我们自然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我知道你们前任镇长孙二大能耐得紧，您老总不行比他差了吧？
好了，3天后我来取款。这又要打仗，你说我把儿子给送出去了，还要让我在这洛城送出民心。哎，这阵仗可是又要开啥会儿了？是，我阎王都走了，还开啥会儿？凑客钱老爷大脸上，比我家屎盆子还臭。哎呀，乡亲们都来了，想必大家都知道了，这城外又打仗了。今天呢，洛城政府派人来了，管每家每户收10块大洋战争捐税。啊，10块，10个大洋，我们家就算种1年地，也攒不下那10个大洋来呀。就是啊，不是你这战争税又是个啥名堂啊？那么贵？你跟这叨叨啥呀？你就是再多长一个脑袋，也记不全他们这些个名堂。大伙儿呢，现在都各回各的家，该凑的凑，该卖的卖。哎，我打明儿上午起，我就挨家挨户的去收。都别愣着了，赶紧回去收拾去吧！啊，王捕头，你等等。葡萄，现在你和邵勇已经分了家了，他人又不在，这样吧，你呢出2份税钱。出啥？茅房顶上出个烟囱给你，成不？也不怕臭气熏了天。哎呀，葡萄，你咋能瞎掰呢？没你呢。你上洛城找他要这捐税去呗，说不准人还请你这一顿好吃食。你，王捕头，我可告诉你，如果你要交不出这税钱，你看我咋收拾你！爹，大麦面汤香着嘞，来，搁这儿。这是咋了？脚步这么沉啊？洛城来人了，收什么打仗税，一家10个大洋。哦，这么多呀？那孙克贤是咋说的？就是他嚷着让大伙儿该凑的凑，该卖的卖，明天中午就得交钱了。哎呀，闹完这茬，太平镇的人就只能喝清麦汤了。不愁，爹，哈，咱的钱啊够缴那税了，没事儿。这仗打起来，这光景可就难喽。打呗，咱过咱的。今年收麦子，明年收叔叔，总能过得去啊。明年就不一定有现在这光景喽。怕啥呀？有我爹在，还能饿得着王葡萄不成？这可不中。我说夫哥俩，这陶米儿是你的儿媳妇，这赖子是陶米儿另嫁的男人，你咋说你们是一家人嘞？哎，咋不是一家人呢？陶米儿她是我女儿，真的是个小外孙，他是我女婿，你说这一家人怎么能出2家睡的理儿呢？就是，这是我娘，我是她儿子。这谢长房，咱可不行多收税钱啊。那你家外边怎么说2个烟囱嘞？我一会儿我就堵一个去。啥？不是，一会儿我就去前面，我把那烟囱给砸了。这院里边就咱们这一家人。就这一家。好了，谁杨家的钱缴清了，咱们走嘞。把那些你值钱的全搬走！都拿走了，我们吃什么呀？哎呀！你老太没法，赶紧交过税。快拿好使啊！干啥呀？拿
让你这是放手！快一边去吧你！哎呀妈呀！我要不是看那破土片的份上，交不起税金，我把你这几个孩子全部给你卖了。走，等着啊，有你手好看。快点把这东西都给放到一块堆儿。这怎么放？哟，夏队长，那咋就过来了？孙镇长，你这阵仗摊的可太大了，真是黄连半生姜，辛苦了。哪里话，让夏队长见笑了。我正准备啊，让我的下人把这些物石拿到集上给卖了，然后兑成现大洋，亲手送给您的。这些人呐，在这镇上穷的就剩一片瓦遮头，实在交不起这税钱，所以没办法，他们只能把他们自个儿给卖了，兴许啊还能顶上2个。就这个，也能卖出价钱吗？夏队长，我这也没有办法。就这个老王已经穷了大半辈子了，他平时的生活啊，全靠镇上的老百姓周济过日子，他身无长物。你说我怎么办啊？你们都别闲着，帮忙规整规整，凑点东西，卖点钱，咱们也好回家。夏队长，请进屋喝杯茶。啊，别闲着，帮着搬。对数了没？现在正在扬长，你还短165个铜钱。你唬我不识货呢！我天天卖这些个砖，卖得好着呢。按这些个砖市面上的价，加我那些现大洋啊，抵着税钱只能多不能少了。所有收的物事都要拿到黑市去转卖，你这点东西能值多少啊？这样吧，再拿一个猪哈啊，正好抵数。快！你敢站着！谁敢动我猪娃，我把谁的胳膊给撅了！花花过来！谁动一下，把他往死里咬！你们还愣什么呀？2条腿的人怕他一个4条腿的畜生。谢长房子，这个生铁锅不错，上了的回口铸铁能值不少钱嘞。哎呀，这原来是2两呢给长工煮吃食用的，现在你也一个人，没什么用的，干脆拿去抵税钱。做梦娶媳妇儿啊！想得美！还我锅，拿来，还我！来人呐，造土匪了！你叫他喊，把嗓子都喊破了，也没人理你，人家都在凑税钱呢，谁顾得上你呀？我告诉你，谁敢敲了锅，就别想好胳膊好腿走出这院儿今天。叫他试试。我不是，我只管打。去你们！还我！胡总，你要疯啊你！胡总，你，哎呀！神经病！你这疯子！狗日的，把我猪娃整瘸了！哎，这不葡萄吗？这咋的了？这怎么疯疯癫癫的呢？出啥事儿了？干嘛呀？我是谢上房的，啊，你这是钻进谁家的狗窝里了啊？还是拎了谁家的夜壶了？怎么这么臭？你说都是葡萄给整的，我让他短税钱把铁锅给抵了，他就是不干，最后打起来了。你们好能啊啊！你说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儿让一个女人给弄成这个怂样，就为一个破铁锅呀，真够我丢人的。还有他家那条老花狗，老饿了，
连个短毛畜生你都对付不了，那不咬死你！啊，快还我！快，把他给我拦住！拦住！挡住！拦住他！放下！看！哎，这女人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你祖宗！这是个疯女人！你娘才他妈疯呢！我是他弟媳妇，他是我哥。哥，狗腿子抢我家的锅干啥？你身上咋这么臭啊你？不是我！把我锅还我！不能！你给我闭嘴！放开！人多欺负人少啊！一群老爷们欺负娘们也不嫌害臊。闭嘴就闭嘴！神经，身体子变那样，他脑子出了错了。你是额头插在牙腚上，你成啥样？你究竟想干啥啊？不能傻，就把锅还我！王婆子，你把你的锅拿走。还有，把这人都给我放了。他们交不起税钱，再说，他关你啥事儿啊？这年头谁他妈交得起税钱？我要不长官他，你别过来！可可怜了，腔子里饭都混不上一口，你免了他们税钱又咋地了？才几个碰子儿啊！带他们走！不许反悔啊！当不许反悔，人我带走了。赶紧走！咱们，赶紧换衣服去。好。表哥要是看见你这副模样，你猜，他还会不会喜欢你啊？感情银虎看上你，就因为你打扮的好看吗？那自然不是了。表哥说了，等他打了胜仗回来，就迎娶我进门。你还是趁早死了那份心吧。那可保不齐，老戏文里都说呢，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，偷偷摸摸的才得劲。起开，走。爹，坐这儿。坐。好多嘞！我这胸口扑通扑通的疼，好多了。中，赶明儿啊，我叫赖子来，再把这院墙砌高点儿，没人的时候你就出来逛逛，透透气儿啊。把这网啊拦在河上，这一夜怎么也能拦上几条鱼。哎呀，这秋收前粮食都不够吃的了，再加上孙克贤这头驴一折腾，镇上的人是越吃越赖。把这网拦到河上去，什么虫啊、草啊、鱼呀、螺丝啊，都吃去吧。咱这儿的人笨，吐不出鱼刺，嫌鱼腥臭。中，我小时候见过人捕鱼，我去捕。爹你真好，有你在，给我出那么多主意嘞。不如养头猪啊，猪比爹管用。瞎话，猪能陪我说话，猪能给我拿主意。至少啊，能让你吃上一顿正经的肉。爹现在啊，什么都不行了。我不稀罕那口肉，就稀罕有我爹陪着我。葡萄，你要陪着爹躲到何年何月呀？躲呗。那打日本的时候，政府不也躲四川躲那些年？这跟躲日本人的不一样。咋不一样？人打架，咱
躲呗，他们打他们的，反正这帮人他们打谁也打不成，隔一阵子又换个人打打，打打又换换，换来换去，保不准哪一天就用不着再躲了。葡萄呀，你这张嘴呀，葡萄。葡萄，我回来了。陆大，你和其他女人真不一样，10个女人的灵性都长到你一个人身上了。就煮碗红薯面，有啥灵性的？你过得好吗？好着嘞。你咋那么快就回来了？嗯，仗打完了？大叔。打仗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一仗得失算不得什么。这一次，我绝不放弃。那你这次是哪个啊？我们许多同志都受过伤，我这次是和另一个战友一起回来的，来接应从南边过来的一批药品。什么时候药品到了，我们就走。好了。好。啥叫同志？同志，就是志同道合的人，他们有一样的想法，一样的目标，而且能把这个石头移出去，干一件大事。就像你说的，能让大家伙过上安生日子。没错。葡萄，我依旧住五河的屋里。你要是有事儿，就上来找我去。才没事，别看到我了。好吃，真香。爹，吃碗面。他走了。啊，走了。这次回来人倒是长结实了，晒得老黑，有点小时候的样子。说是在这儿等着收什么药呢，接着了就走人。这解放军这次吃了败仗，伤了好些人，他们倒是有些气性，说是要让大伙儿过上安生日子。他是真心对你好啊。好啥？先吃吧。孙镇长在家吗？哟，哎呦，副县长您来了，您真是贵客临门呐！老爷就在屋了，我帮您叫去啊。哎，不用，今天呢，我是有事相求，我去请。啊，哎呀，朱县长，您怎么来了？您这来怎么不先通知一声，我好去接您啊？嘿嘿，哎，快里面请，请坐。今天呢，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有事相求。哎，朱县长有事儿尽管说，我一定鼎力而为。就等你这句话。太平镇啊，自古浣纱出粮食大户，上次征粮啊，这粮食已经耗损的差不多了。今天呢，是来征布的。
朱副县长，现在我们太平镇连1粒米都出不来了，你别拿我们开玩笑了。孙镇长，我没开玩笑。哎呀，朱副县长原来想跟我们一起合着开展行啊！哎，上次啊，孙二大老宅的事儿，我已经应承过葡萄，所以呢，也不好答应。不过我回去好好想想，您老人家说的话，的确有道理。所以呢，我把早年的积蓄都拿回来了，想在孙镇长家养老。哪里，哎，只要由您来庇佑我们，我一定鼎力而为。刚打完胜仗，现在呢，洛城军需啊，供不应求。我想接下来的事儿，咱们2个人做。那问题是，你想做什么呢？棉衣，军队用的。你们家呢，工人又多，布呢纺的又好，所以你们做再合适不过了。对呀，得需要管钢啊。这几天呢，表小姐啊，这老兔胃口又不好，身体啊成差了，这管钢恐怕是那个。孙镇长，不必担心管钢的事儿，我已经进了一批机器过来。那感情好，那孙某感激不尽。孙镇长。这话我先撂这儿了，我可把这一批棉衣的订单给你，你得。朱副县长，这个你尽管放心，鄙人绝对不会让副县长白干的。哎呀，好好干着啊！今天咱们头一天开张，哎，把这好好干。布纺的玩纱娘浣纱娘即日复工，谢哲学管工早日完成任务。民国哎，啥意思啊？啊，就是说让你们这些浣纱娘赶紧复工，但是没明白为什么管钢换给谢账房了。前一阵儿刚缴了咱10个大洋，这会儿又乐让复工，那转眼还不给咱卖了？哎，你说这谢账房又不懂得换纱，也没有管钢，那咱们咋复工啊？哎呀，过去咱染布啊是人挑杆撑，现在副县长给咱们送来一批机器，这人往这一站，这么一转悠就得了啊！哎，里边看看，都来，看看就是这个，哈哈，看看，哎。我给你们试试啊，你们看着，哎，来了，怎么样？收起来了吗？那这以后还有我们啥事儿呢？哎呦，这凤凰身上插鸡毛，多此一举呗。哎呀，你这不是说跟自己个儿是亲了吗？你说啥呢？哦，那你说。插个啥毛才中啊？我让你们来啊，一是开开眼，第二个，你们以后复工就当裁缝。咱们这儿不仅要染衣，而且将来要做成衣了。爹。爹，
这爹都到何年何月呀？伙计，你们倪老板在不？你找他啥事啊？他有个生死患难之交，叫孙怀清，知道吗？孙怀清？哦，是，听说过。我是孙怀清他闺女，想问问你们倪老板，这2日见着我爹没有？那铁定不能够。倪老板大半年前丈夫给毙了。高师傅已经不做糕点了。行，谢了啊。哎，等等，那位就是高师傅。高师傅，你这2日可见着孙怀清没？孙怀清，哦，我记得，这小子老能啊，他学啥都快。他现在可硬朗啊。少勇哥，咱都过了好几天了，咋还没有消息呢？会不会是南边那儿出事了？照理说不会，洛城以南都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，大批药品要想过来的话，确实颇费周折。如果真有变化，魏坡那儿的联络员应该会给咱们消息才是。可我还是不放心，前线那么多伤员，药品紧缺呀。那这样，我今晚就去魏坡联络员那儿打探一下消息，你在这儿等我回来。哎，不，你留下，我去。这几天啊，太平镇上的乡亲都不知道你在这儿还藏了一个人，有你在，要是我被发现了，还可以圆个话。如果你去了没回来，乡亲们还以为我把你给害了，到时候即使我全身上下长满嘴巴，也都解释不清楚啊。要真是那样啊，你就去找葡萄，他准能尽心的把你给救出来。又是葡萄，说葡萄是你妹妹啊，打死我也不信。哎，改天把她带过来瞧瞧，我倒要看看我们医师团长邵勇同志的葡萄妹妹究竟是何方神圣。嗯。你怎么了？烧得这么厉害，出什么事了？啊？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？
怎么了？为了你，什么都舍下了，你咋还是把我